在地新闻提醒再提醒，即卖是防疫的重点期间，千万唔通转传无经过查证的消息。都有人伫网络顶咧传讲，台中有一个面档的头家娘为中国转来，无自主隔离，阁继续做生意，呼吁有去食过人客爱赶紧去做检验。也毋过当事人出面来澄清，讲伊是有去过深圳，但是回国的时间1月30，也无需要隔离。互人安尼乌白甲传消息，伊嘛去报警。警方调查了后，确认伊毋是隔离的对象，所以甲转传消息的3个网友移送法办。民众转传台中当时有一间面店的头家娘有满病情，搁做生意，已经被强制隔离，搁爱去过顾客赶紧去病院检验。但是坐来到这间面店，头家娘真生气，害了我们店家这样呢，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意。大家网络传成这个样，搞得大家人心惶惶。头家娘讲，确实有去过深圳，但回国时间是1月30。这管事将广东回台旅客列入管制是2月初2，因此伊无伫隔离的名单内。除了伫面册发文澄清，嘛向警方报案。以那个妨碍名誉及那个传染病防治法等将3名这个涉案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卫生局嘛卡钱，面店的头家娘回国时间无需要隔离，若是虾米款的状况才需要隔离咧？民众若是甲肺炎确诊病例有接触过，就要居家隔离14天，禁止外出。若是对中港澳回国或者转机，要居家检疫14天，必须要留伫厝内，或者是指定的地点，袂当外出。若是经过隔离或者检疫14天了后，确定无得到武汉肺炎，嘛要自主健康管理14天，尽量避免出门，早暗爱量体温。身体一旦有状况，要马上打防疫电话1922，按照指示就医。